他们是来自混账综艺团的炫耀舞姬杨采荣、王蜀乔、郭玮琪。在9岁的那年，跟妈妈去她上班的地方，妈妈在鸡肉摊上班。她那天妈妈跟阿姨都很忙。那我印象当中绞猪肉其实很简单，所以我就问阿姨说可不可以帮忙，阿姨说好，我就靠近了绞肉机。可是没想到那个绞肉机是电动的，所以我的手被电动的那个刀片吸力整个吸进去了。发生意外的时候，我还很小，那时候我才1周岁。因为我们家里做生意，那家门前又是一个花东铁路，他们一不注意，我就一溜烟就爬到前面的铁道旁。火车司机发现那里有一个小婴儿的时候，他要刹车也来不及，我的手抓着铁轨，所以呢，手就被夹断。之后在几点之后，他就休克，也打了强心针，是大人的剂量的2倍半的量，末梢血管全部都已经坏死了。医生就有讲说，如果他不节制的话，他有可能会引发败血症。当我能够站在舞台上做这样子演出，然后在跟很多不同不认识的陌生人做这种生命交易的分享的时候，其实最大的疗愈的人，最大收获的人是我。拍手。明明炮艇已生，為何彈出
掌聲鼓勵。恭喜全员通过，恭喜3位，好棒好棒！用身体舞动奇迹的最强励志舞蹈家混账综艺团，恭喜获得认证通过啦，也顺利进入最强名人榜。